好，今日睇下呢一塊 Butterfly，就係范振東 Super ALC 嘅直板。比較呢塊呢，就係729 9星版。咁你發覺呢，佢粘膠個位置呢，原來打匙羹板呢係要有一隻手指，即係呢個啊，大概 hold 咗一隻食指位嘅。咁佢呢隻呢，就呢個咧就爭少少 ，OK。咁啊，另外握板呢個位，啊，呢個咧就係明顯咧就有個梯形嘅設計，呢度闊啲，就呢度窄啲。咁如果你卡板卡下佢咧，你卡下佢咧。佢大概呢個厚度咧係1.8，一路去到去呢個位咧就係2.2左右。而一般出邊買嗰啲板咧，你會睇到啦，佢係差唔多畫一個粗度嘅。呢個位通常都係2.2一路去，咁啊，因此咧。呢個握板嘅手勢咧，就會喺呢個位大嚿啲，而呢一個位咧就好揸啲，即係食板咧食得實啲。咁就建議咧，就喺呢個位置咧要偷翻薄。即係如果改良到咧一架普通板，好似 Butterfly、范振東呢啲板咧，呢一個位要拉翻薄少少。咁啊，又要做工程。咁啊，呢個位咧，下次黐膠嘅時候咧，一黐呢啲膠皮嘅時候咧，就如一隻食指手就係。咁好啦，反貼如果橫打咧，你發覺一般咧建議你貼到盡嘅，增加嗰個板面啊，咁樣橫打。如果你係左推右攻嘅咧，你都係預翻。其實分鐘你唔需要黏得個好靚啊，就咁好似以前舊制黏一塊長膠，咁啊左推右攻，即係反面就要人哋食下佢啲迴旋反彈。今日對呢塊板咧，就另外個重量，呢度呢塊板咧去到190 gram， 因為睇下呢個海綿，呢個 Butterfly 嘅D09C 海綿咧係特別厚嘅，咁相對咧，佢普通出邊街買啲海綿咧就係薄，呢啲大概1.9左右啦，1.9 mm。咁所以咧，海綿越厚，塊板越重，但係越好彈力。咁今日咧暫時分享到呢度。OK。